关怀文教基金会认为讲推广台语呢，若是干那靠政府安尼是无够的，所以宣布对这个月开始一直到年底，伫个中华台语文创意园区，逐个月拢来安排表演，有布袋戏、歌戏，也有音乐节，甚至也有台语的词啊，邀请民众做伙来参加。 用当落讲出经典的台语歌《月夜愁》，迷人的旋律，互现场的民众听甲真痴迷。为着推广台语加台湾文化，关怀文教基金会宣布，为这个月开始到年底，伫中华台语文创意园区会安排系列活动，有传统戏曲、音乐节甲台语词啊。园区吼办足侪活动的，会当来遮安尼行行咧，啊，搁学一寡台语。咱每年吼。 月底遐也办公演啊，足办啊真好啦，人客人愈看愈啊喜。基金会表示，今年安排的表演活动有国宝级大师李天禄创作的布袋戏出头，提过侪团艺金曲奖的长美云歌戏团，佮有金曲歌手赵雅文加其他台语乐团的演出，有传统戏曲的台语开口，有新的台语歌创作，都是希望互民众感受到本土语言的多元内涵。民谣嘛好，新创的嘛好，流行的嘛好。 古早的嘛好，咱拢做伙来培养，互大家会晓欣赏，啊会晓提升，啊做伙来发展，这拢要紧。啊，咱干那政府呢无够，就该爱全国的每一个人，大家家己拢做伙来，这是咱大家共同的代志。 除了趣味轻松的文化表演，园区也固定举办台语罗马字的课。关怀基金会指出，有不少人来学台语罗马字，通过教育部的台语认证了后，搁回来园区做志工。基金会认为，推广台语靠政府是无够的，就爱大家做伙加入讲台语的行列，才会当互台语开枝散叶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